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上次沟通7个月后再次拿起话筒，期盼透过个人接触减缓两国越来越剧烈的冲突，并防止擦枪走火。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7个月以来的首次通话，确保两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应邀前往俄罗斯外交部，与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举行会谈。消息中称，俄方掌握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美国多家互联网巨头在俄国家杜马选举的筹备工作中违反了俄罗斯法律。维吾尔法庭的第2次听证会昨天在英国伦敦开始。9月9日，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击者齐聚伦敦，除集中营的证人外，还有研究维吾尔问题的专家和律师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主要讨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是否构成种族灭绝。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土耳其与德国签署劳动协议60周年之际，在总统府接见了土耳其人。施泰因迈尔接见了第1代来到德国的土耳其人，以及第2代和第3代移民。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与白俄罗斯总理戈罗夫钦科签署了关于2021年至2023年间落实组建联盟国家条约条款主要方向的决议。消息称，双方历经3年时间，共计就28个项目达成一致。根据条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将联合采取行动，应对西方的经济制裁。在荷兰，政府计划对畜牧业进行调整，以减少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的碳含量。为此，有人提议该浆果的储牧量减少1/3。瑞典哈兰地区一家人想为新生婴儿取名弗拉基米尔·普京，但遭到拒绝。根据税务局的声明，该请求被拒绝，因为该名字可能会在未来对孩子造成创伤。